给小朋友吹口哨，是他吗？哦，学坏了。是你在看着我，还是我看着你？好像是我俩心里有默契，像结婚婚礼，有一个爱的奇迹出现在此时此地，我俩有一个共同的心啊，才在心坎里。谢谢，谢谢大家。奇迹出现在此时此地，我俩有一个共同的心啊，才在心里。这首歌。